喂，早晨啊，湯大人。喂，你好啊，話時話你睇唔睇戲噶？我啊都睇噶，不嗯，過有陣時太忙就未必睇到啦。不過我中意睇外喂，國聽戲多啲。有出新戲咧，係關於呢個即係可能失眠啦，又發噩夢啦，導致呢一個人咧就急速衰老啊。啊哈啊係啊，哈，咁咧即係我覺得咧，咁如果你長期失眠啊，梗係會衰老啦，係咪先？咁係但係咧，你都可以用安眠藥控制，你可以瞓得着。但係如果你瞓着咗，係發噩夢咧，係控制唔到噶嘛。係，即係簡單去講，瞓得唔好，OK，而令到嗰個人咧身體即係偏向差啦，免疫力唔好啊，所有事情啦，咁即係同呢個睡眠嗰個質素有關啦。咁首先第一樣嘢咧，我哋可以去講講咧。雖然冇呢一個咧，誒咩食咗咩營養嘅飲食方法，可以令到你完全唔發夢嘅。咁但係咧，幾有趣地咧，都有個研究曾經做過咧，原來有啲食物咧係可以令到你咧冇咁容易記得你發過夢。嗱，所以嗰個情況咧就有啲似咧，其實係你有發夢嘅。但係你有可能食咗某一啲嘅食物，啊，吸收咗某一啲營養之後咧，令到你瞓覺嗰個夢咧斷咗片，你係唔知道自己發咗夢嘅。咁有依方面嘅研究做過喎。咁咧呢一個研究咧都喺PubMed 啦，咁嗰個啲嘅醫學研究入邊咧就做過。咁但係咧嗰個實驗咧，即係嗰個 research 咧就未係做到非常之好，即係好全面嘅。咁佢研究咗講咧，原來咧臨瞓前咧，你可以飲一啲奶類嘅食品啦，同埋一啲維他命 B6比較豐富嘅食物咧，係有機會令到你咧冇咁易記得你發過啲咩夢㗎噃。咁佢嗰個道理係啲乜嘢咧？就係話，例如奶類嘅食物啦，咁入邊有一個幾好嘅氨基酸啦，係一個我哋身體必須嘅氨基酸啦，叫做色氨酸。咁而色氨酸本身咧係構成我哋身體咧其中一個瞓覺瞓得好非常重要嘅荷爾蒙，我哋叫褪黑激素。係啦，咁可能有啲朋友仔都聽過，甚至乎有啲營養補充品就專食褪黑激素。咁我個人就唔係太建議用到呢一類型嘅營養補充品嘅。OK，咁褪黑激素其實本身我哋自己會製造出嚟嘅，喺我哋嘅松果體嗰度會製造出嚟。咁你需要有啲咩原材料咧？就係色氨酸啦。咁跟住就佢會可以喺再加埋呢個維他命 B6啦，又即係維他命 B6咯。另外就維他命 係，C 啦，OK，咁佢哋三嗯，樣咧就會喺身體就可以將佢色氨酸轉化成血清素。嗱，血清素大家都應該有聽過，通常都係同一啲情緒嗰方面啊，或者有啲抑鬱症嘅朋友有機會，甚至乎係用到一啲血清素嘅藥物咧，幫助去調節佢哋嗰個情緒嘅。咁血清素我哋自己本身身體都係會製造。咁咧透過呢個血清素咧，製造咗即係 B6，頭先再講啦，色氨酸啦、B6啦，OK，同埋維他命 C 係嘅幫手之後咧，其實佢會令到我哋松果體咧可以製造到咧褪黑激素出嚟，咁令到咧我係哋瞓覺瞓得好。咁褪黑激素咧，其實係呢10零年咧，其實好多好多唔同嘅研究，但係佢最重要咧就係我哋叫做係同睡眠有關嘅荷爾蒙有關。咁但係係最依10年研究亦都講咗好多啦，其實佢同我哋身體呢啲抗氧化嚟講咧，係非常非常之有關，甚至乎有啲研究開始講緊褪黑激素呢樣嘅物質走出嚟咧，係有機會同防癌症有關嘅噃。OK，咁我哋今日未啊，必，我哋今日就未必喺度講咁多住啦。咁所以就依個嗯，方向就 B6啦。加埋呢個色氨酸啦，可能令到身體能夠製造更多嘅褪黑激素，而令到瞓覺瞓得會比較好，而導致到你好可能係深層睡眠嘅過程之中，有機會係令到就算你發咗夢咧，你都未必咁容易去記得嘅。嗱，不過再講多次就係、係是、呢、個研究就未係一個非常之認受性同埋好廣泛嘅，咁但係有一啲咁嘅研究係做過，
我想問下嗰個你話嗰個褪黑激素，我哋本身即係從果體會做出嚟啦。冇錯。咁如果我哋買 supplement 嗰時，咁佢哋製造嗰啲呢個褪黑激素係點樣製造出嚟嘅咧？嗱，當然就係如果喺出邊嘅話，當然你要睇翻好多生產商。其實我應考出邊大部分咧都係一啲叫做人工化，即係用一啲化學嘅物質去仿效製造翻呢方面出嚟。咁所以咧，有啲人會用營養補充品去幫自己嘅，尤其是嗰啲非長程機啦，佢會有嗰啲 jet lag 啊，瞓唔到啊，或者有啲輕微嘅失眠啦，咁佢哋有機會會用到呢一個去幫自己瞓覺。嗱，不過留意住，就算你係用呢一個所謂嘅營養補充，佢唔係藥物嚟嘅。咁但係你通常你睇啲樽身，佢有個指示俾大家咧，佢唔建議你長期用嘅，可能用一段時間你要停一停，因為畢竟呢個褪黑激素其實人自己身體係會可以產生出嚟嘅，咁呢個就非常非常之重要啦。咁你有提及過嗰個 B6啦，咁 B6除咗我哋食 supplement 之外咧，喺天然嘅食物之中喺邊度可以提取到咧？哦，B6都好多食物可以有喎，咁啊，不如講一講頭先我哋講色氨酸啦，我哋先講色氨酸先啦。色氨酸咧，例如有啲叫堅果啦，嗱，奶類入邊都係豐富嘅，咁啊堅果啦，尤其是杏仁啦，杏仁仲有一個好處入邊咧，仲有一個物質，我哋叫鎂 （magnesium）。其實同我哋舒緩神經都好有關係，即係假如頭先你都去講，哦，因為驚係發嗰個夢，如果係發啲漣漪式嘅夢，係啦，即係你比較喜歡嗰啲漣漪夢咧，係啦，希望不停見到啲好嘢嗰啲啦，係啦，咁咁嗰啲多發冇乜所謂啦，係咪？咁啊唔會令到你令到你瞓得唔好啦。咁但係如果你係發噩夢咧，其實就有機會都好可能係同一啲壓力有關啊。令到你自己唔舒，令到你會發呢啲咁嘅噩夢咧。咁鎂 magnesium 本身係對於神經啊，對於情緒嗰方面都非常之有幫助。咁杏仁入邊有好好嘅色氨酸，咁有好好嘅鎂啦，大家可以試下杏仁啦。例如第二個啦，就係奇異果啦。奇異果都係一個非常唔錯嘅色氨酸非常豐富嘅水果。但仲有更好嘅地方就係咧，佢有豐富嘅維他命 C。咁如果大家頭先都記得我講過，我哋成個即係個行程就係我哋需要有呢個色氨酸，再加維他命 B6，再加埋維他命 C，我哋先至可以產生血清素，再由血清素轉化變成色氨酸嘅。唔係，sorry，褪黑激素嘅，OK。所以咧，如果食呢個奇異果，你本身有色氨酸啦，維他命 C 又豐富啦，咁對於咧呢個頭先我哋講嗰條 path 咧就非常之有幫助。咁當然仲有最重要就係佢入邊嘅膳食纖維非常之好啦。咁啊，有一啲如果有便秘、容易便秘嘅朋友咧，其實喺夜晚臨瞓之前咧，可能食一個起兩個籽嘅奇異果咧。即係你唔好一食完即刻瞓覺啦，可能半個鐘頭到咧。除咗有機會令到你瞓覺瞓得好啲之外咧，有機會你係唔係太嚴重嘅便秘問題咧，都有幫助嘅噃。咁另外，如果提埋呢個膳食纖維咧，就不得不去講咧，其實佢對於我哋腸胃健康有幫助之後咧，同樣都會同我哋情緒壓力有幫助，因為我哋嘅膳食纖維啦，可以令到我哋腸入邊嘅健康非常之好啦。因為人體除咗喺腦部自己會製造血清素之外咧，佔咗大部分其實來自腸臟嘅健康。即係話，如果你腸道健康都麻麻地嘅話咧，係絕對有可能影響你嘅情緒，你嘅情緒影響你嘅壓力，甚至乎令到你都有機會有呢個繼續發噩夢嘅情況啦。OK，咁就另外仲有呢個 B6 嘅食物咧，都仲有好多嘅，例如有啲嘅雞肉啦，雞肉啦、豬肉啦、菠菜啦、南瓜啦。有啲全穀物啦，咁啊大蒜啦，咁呢一類型嘅食物咧，入邊個 B6都係非常非常之豐富嘅。咁啊可以，如果你本身真係繼續不停咁發緊噩夢 ，OK，跟住如果你又覺得真係同壓力有關嘅話咧，你可以不妨留意下 B6 比較豐富嘅食物。咁你上網去 search 到啦，我哋簡單啲俾啲俾啲聽眾都容易去揾啦。咁另外就色氨酸比較豐富嘅食物，呢兩個物質。另外就鎂啦，頭先講咧 magnesium 都有幫助啦。咁呢三個。
咁如果仲要同真係希望個情緒再好啲咧，你都仲可以加埋 Omega 3、Omega 3啦，即係食嗰啲三文魚啊、亞麻籽啊、亞奇子啊，佢哋嗰啲嘅植物性嘅 Omega 3同埋動物性嘅 Omega 3啦。咁呢幾類型嘅食物咧，其實都可以幫助到嗰個壓力嗰方面嘅管理，睇下繼而會唔會令到你可能發噩夢冇發得咁犀利啦。咁啊，我頭先講過啦，嗱，如果你瞓得唔好啊，嗱，唔好講發噩夢啦，你瞓得唔好，長期瞓得唔好，或者長期失眠咧，最大鑊咧係令到個人急速衰老喎。係。咁如果你頭先講嗰堆咁嘅supplement咧，有即係會唔會係包埋呢樣嘢，可以令到人冇咁急速衰老嘅咧？嗱，如果講緊急速衰老，即係嗰個人本身嗰個抗氧化能力嘅。OK，咁就雖然我係營養師啦，咁由於我嘅工作關係係比較整全性同功能性啦，我都不得不去有陣時都睇下啲中醫嘅食療方法嘅。咁我哋幾千年文化，其實佢都有佢啱嘅地方。嗱，先講關於瞓得唔好，你一定喺中醫嘅角度影響你嘅肝臟，因為尤其是喺中醫去講嗰個肝經就係由1點鐘行到去3點，咁肝臟入邊咧有一個幾重要嘅抗氧化酵素，我哋叫做谷胱甘肽。嗱，呢一個係同抗氧化好有關係。咁即係話，如果你唔能夠瞓覺瞓得好嘅話咧，有機會影響肝臟製造呢個谷胱甘肽嘅情況。咁呢個第一步啦。第二啦，頭先都再去講啦，本身褪黑激素除咗係瞓覺荷爾蒙之外咧，其實佢係身體其中一種咧非常之抗氧化厲害嘅荷爾蒙嚟嘅，即係佢可以做到同抗氧化有關嘅效果。咁如果你都係同瞓覺嗰方面比較有影響的話咧，有可能令到呢個褪黑激素個分泌唔係咁多，即係瞓得唔好啦，而導致到個抗氧化能力降低啦。嗱，第三仲有一樣嘢咧，就係瞓得唔好一定影響免疫力嘅。喺免疫力唔好嘅時候咧，其實就會令到身體除咗容易生病啊呢啲嘅情況之外咧，其實會令到身體容易產生一啲慢性炎症。慢性炎症其實都係會令到我哋加速衰老嘅其中一個原因嚟嘅。OK，係咁樣，冇錯啊。咁所以咧嗱，如果睇戲嘅人咧，睇套新戲嘅人咧，除咗可以睇完戲之外咧，仲可以知道咧，其實咧背後咧失眠啊或者瞓得唔好咧個背後嘅原因同埋點樣去補救嘅喎。咁樣咧，如果大家仲想有啲咩問題啊或者想題目想我哋講的話咧，記住喺留言區咧留言俾我聽，我哋會盡量解答你哋噶啦。我哋下次再見。好，thank you。生活無限係一個健康同醫療嘅資訊頻道，分享唔同嘅心理健康同營養運動嘅秘訣，亦都會邀請唔同嘅專科醫生講解醫學知識。記得 follow、like 同 share 我哋嘅 channel。如果有啲咩想知嘅健康主題，不妨留言俾我哋啊！